好，请到早，欢迎收看今仔日5月7日台语大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一开始来关心嘉义太保市一大人家厝，伫昨暗9点外发生火灾，一口罩7个人，爸母含5个囡仔住伫内底，火烧厝造成母仔囝有3个人不幸过亡。消防车，叫消防车，快点叫消防车，快点！大火炭烧到规间厝，火场的温度正悬，厝边拢无法度瓦根，大家拢真担心。因为内面有带一对爸母，还有5个囡仔，唔知敢有造菜。有小朋友吗？有没有拿出来啊？小朋友！一栋伫咧嘉义太保市民生路的病房，昨暗9点外突然间大火，厝边发现的时阵，火已经炭烧到规间厝。我发现的时候已经是完全大火了。它已经完全到，已经来不及。我赶快拖水管出来，那个已经救不了。消防人员到现场，把火拍花，查甫主人被救出送病院。怎么插讲？厝边讲3个查某囝拄好出门无伫咧厝的，消防人员继续伫咧火场内面找，有找到查甫主人甲一个5岁查甫囡仔，拢已经无生命现象。到今仔日透早已经找到最后一个查甫囡仔，送病院也是救袂大。本日5月8号。早上清晨2点19分，在瓦砾堆里中已经找到了3个女儿，目前先安置在南新派出所。那后续我们已经有请社工来一个介入，来一个安置安抚。暗暝这场大火造成一家伙仔7个人有3个人死亡。太保市长陈淑芬讲，发生意外这个家庭本身是家属入伙，会依照相关的救济办法甲因斗3工，因那大火原因也搁伫咧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有风声讲，总统蔡英文伫5日控告任进前要特赦前总统陈水扁。因为总统府受对外回应讲，目前的立场是要先确保陈水扁的健康，而且会依照法律来办理。传出总统蔡英文伫5日控下任进前，可能特赦前总统陈水扁，护方提起回应，希望确保陈水扁健康照顾依法规办理。总统府现阶段的立场仍是希望能确保陈前总统获得妥善的健康照顾，并依照相关的法律规范来办理。我们目前都完全没有接收到任何讯息。法务部表示，无来自府院的有关消息，也过甲特赦有关的业务拢在处理。有关咧保华手机的陈水扁暂时无相关回应，也过拄好早起伊伫社群发文，无烦恼调查野大，相信台湾人民是政府上大的靠山，也有伫总统府头前比爱心的黑熊相片引起联想。请先向国人说明清楚，到底陈水扁前总统他的相关的罪行是不是已经承认？以及他相关的在审理中的案件，是不是应该先做3审定验，而不是一纸特赦就可以一笔带过？我们没有任何的讯息，这也不是国会的权限。我们尊重总统的职权。你要卸任了，你才要提这些，到底有什么问题？那到底原因何在？应该要把台湾人民讲清楚。陈水扁因为龙潭买地8案、南港展览馆贪污案、陈炳坤买官贪污案2次禁改、关台变腐化等4案，共判20年定案，国务机要费案，因为立法院会三读通过国家法修法，将国务机要费杜罪。陈水扁2022年获判免诉，有有4案也未升格。前总统府公文案、陈炳坤买官洗钱案、台北地院裁定庭审2次禁改，国台变细化案、高诉规正案，高院裁定庭审。这分析得算陈水扁得到特赦，依法也无包括庭审中的4案。特赦的话，原则上面来讲，基本上是免除其行为原则。例外的状况，你也可以免除他的罪。就是说他连不只是不用执行，连他的罪我们都把它宣告这是免除的。那如果没有宣告这罪行的话，看起来并没有在我们赦免法的这一个标的里面。陈水扁5月14日才拄通过第38摆延长保华救济，伊是伫2015年因为破病核准保华救济高达。当年台中各界要求陈水扁不就台、不演讲、不接受访问，甲不把政治的事务原则。也毋过2016年开始，陈水扁就一直有违反事务原则的情况，包括出席加达橄榄基金会感恩餐会，2018年参加陈致中选举员的造势也就台。接受认为，产经新闻专访2019年透过面册，信用科武器龙眼皮听2位候选人今年5月7日，陈致中因为洗钱案被判1年留家，陈水扁就把去开刀替候选请愿。9月18日，佮到东吴大学演讲，蔡总统敢是会伫卸任进前特赦陈水扁，外界高度关注。记者综合报道。
国民党立委徐巧芯是也讲，咱外交部和捷克的卫生科技院有签1份美金1000万的秘密合约。外交部伫昨昏有去台北地检署告徐巧芯涉漏国防以外秘密罪。徐巧芯是伫面册顶悬呛声讲，外交部去甲告，就代表伊家己讲的全部拢对，所以伊会继续压落去。外交部调法司副司长柯碧玉初7早起去台北地检署告国民党立委徐巧芯涉嫌犯刑法第132条第1项的涉漏国防以外秘密罪。因为顶一日徐巧芯公布一份外交部甲捷克卫生科技院签订1000万美金援助乌克兰的合约，至于外交部并无说明安怎招标。不过外交部讲，徐巧芯涉密在先，违法事实明确。徐巧芯委员身为立法委员，却知法犯法，玩法弄法。将这个公务机密公诸于媒体面前。徐巧芯初6暗时就先伫人面前反击，讲外交部先批评伊造假了后，佫提告，等是证明伊的讲法是真实的。抑佫讲绝对袂向执政党来落软，会继续甲代志拢压出来。有国民党立委批评讲，外交部上提告来恐吓民意代表。不过民进党立委认为讲，有些机密的文件无适合对外公开。外交不是拿人民纳税人的钱去告人民选出来的民意代表。用提告来恐吓民意代表，要立法委员晋升。写着机密文件的文件，真的不适合，就是直接拿出来对外公开。的确是有违法之嫌。徐巧芯还佫质疑讲，只要是民进党政府无想要互发现的代志，就会用秘密文件来暗砍，互政府变做无法度受到监督。外交部反击，伫签署合作备忘录了后，有新闻立法院被查，批评徐巧芯是伫作恶。记者综合报道。同在关心天气，今日东北季风小可变强，北部宜兰花莲高温嘛有略下降，大约高温是27度至28度。咱同齐来看温度。今日天气伫北部是会感觉较凉，也若马祖降温嘛是较明显的，高温差不多伫23度左右尔。中南部今日高温也是会当维持伫31度至33度，也若下暗到明仔透早，北台湾低温大约是20度左右，其他所在是22度至24度，天气会小可较凉。落雨这部分因为东北季风变强，这方面会落局部短暂阵雨，台北山区嘛有蒙蒙啊雨，另外其他所在是过到了后有机会会落短暂雷阵雨，落雨范围会比昨昏也搁较宽。也若明仔咱台湾的东部、东南部也有一寡短暂阵雨，其他所在明仔就转做侪份好天的天气。台电的总经理王耀庭昨昏有专工去桃园进行专案巡检，希望要来降低桃园失电的事故。想袂到罗德区伫昨下晡1点半左右又搁失电，影响万外户，也若龙潭嘛有2300外户向无电。桃园半个月以来，停电已经有到20届，引起大家关注。台电总经理王耀庭初7早起去台电桃园区营业处，宣布会推动专案巡检计划，全力加强检视线路、甲重点设备，而且启动下区支援的计划。这一次启动这个专案计划呢，是预计这4个区处的40位同仁在桃园地区支援1个月。好，那1个月之后呢，我们看看这个工作的状况，有需要的话，我们会再视需要再做一些延长的工作。台电安省为新北、新竹、甲苗栗等等的所在，拢总4个区处调派区处人力支援，拢总投入180个人。想袂到路到下晡点半的时阵，佫传出大停电，包括营盘里、瓦窑里拢传出有失电，影响11545户。69 kV 的输电线，那它是遭民间的升空车碰触，造成整个线路的断裂，停了大概11545户，那在14点22分全数复电。今天的事情来看，应该算是一个偶发事件。不过，针对最近的这个新闻事件来讲，我觉得可能台电跟相关的部门还是要去关注到我们相关的一些平民老百姓的权利。不过，路条才打恢复供电，所来龙潭嘛传出失电的消息。有2389户向停电，台电解释讲是因为开关故障，已经派人去修理。也若初6下晡，桃园市的大园甲路条嘛因为航空城通报商施工，甲电管扭断去致使停电，影响257户。民众讲，迄当阵听到一声真大声，是惊一跳。昨天他就4点半的时候就嘣一声很大声呐，我们就出来看，以为是那个车祸啊，结果说要求他那个工程车那个
载东西来啊，出去的时候勾到那个电线，我们就是都没电啊，大家都没电也没网络。桃园这个月停了10几20次的电，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太多了？如果说了当然啦，会影响很多。为着避免搁停电，台电桃园区营业处初了暗时啊，嘛顺时配电的设备，按各种的指示器，还有确认供电设备按外线检测。台电强调讲，每半年拢会检查运转设备一届。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天气愈来愈热，长仔病毒疫情嘛继续咧压。根据统计，台南伫今年较大已经有上100班停课啊。即马学校拢咧加强宣导，叫囡仔着爱接洗手。虽然今年同情的病例看起来也无济，也毋过医生嘛有提醒讲，3冬至5冬，自本长仔病毒就大流行一届，所以是呼吁乡亲爱接洗手来预防传染病。今仔对放甲影片学洗手流程，买手接起洗手台啊，实际做演练。顶个月中旬，台南这间幼儿园，捌因为长仔病毒停课，嘛有侪国小参托婴中心陆续传出有人去感染到。经过疾管署统计，台南到今累计88班停止上课，那高雄这阵也有41班咧停课。今仔1礼拜过后，才搁转来，学校加强宣导，兼各规家做预防，就惊病毒拖甲规世界。害怕长病毒来，最后常洗手。开学到即嘛吼，较大一班有停课，家长有甲老师甲你通报讲，已经有几个老师嘛，警觉就有超过这3个病例啊吼。假日咱就随通知所有家长，拜着莫来上课。所以都没有交叉感染的问题。老师打扫工作都是用1000 ppm 的漂白水做消毒换气。对，然后那个凌晨3、4点的话，我们都有紫外线消毒灯。今年全台长仔病毒病例数是10冬来上济，台南就超过5000人送急诊。虽然典型镜头会出现嘴破空、甲身躯起浸膜，也毋过医生指出有30%敢若出现脑疼、伫临床顶悬，真歹分别。加上若为着病毒的前2天，就会甲人话地输家真歹预防。都会还告诫大家要小心，有没有可能卷土重来？除了我们常见的手口足、疱疹性峡炎或是脑干脑炎，另外就是如果你发现小朋友好像疑似感冒，那突然间手脚无力，那可能就是要注意是不是第68这种要求。台南市的话有5659人次，较去年同期3769人次增加了48.6%。那无论是成人小孩都有感染的风险。今年长仔病毒的重症病例无真济，不过医生嘛是呼吁乡亲爱洗利，因为每3至5冬就会大流行，民众接洗手做好清洁才是预防的关键。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也那疾管署有公布今年头一个红婴仔伫腹肚底互妈妈去喂着李氏特菌的个案。这个妈妈是一个有生34礼拜的妇人人，尾也是赶紧破腹生囝。母囝拢有互验出李氏特菌，经过调查，有可能是妈妈食青的菜色才会去感染着。有生期间饮食一定要细致。疾管署公布今年头一个新生儿母囝直接传染李氏特菌症。个案是一个40外岁，大规34礼拜女性，因为发烧、人痠、腰痛就医，后来因为胎心音无正常，胎儿破气，紧急破腹生产。查某婴仔出事了，活动力无够，母囝检验了后拢确诊，研判是母囝直接传染。经过疫调了后，发现讲老母的感染源可能是食到菜色沙拉。这一位这个妈妈她有使用这个生菜沙拉，那也有使用这个已经切好的，就是不是马上切的这个水果，这些都是以往可能会造成李氏特菌感染的一些风险比较高的食品。加在治疗了，母囝拢康复出院。疾管署讲，李氏特菌症是台湾第4类法定传染病，主要是因为食了垃圾的物件来感染。潜伏期会到3礼拜，有发烧、走北、心绞、落肚等症头，免疫力较歹的，可能会引起侵蚀性感染，致使白血球甲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有2成的致死率。免疫力比较差的民众，那受到李氏特菌感染之后，也可能会发生的是像败血症或者是脑膜炎这些比较严重的侵袭性的症状。那没有经过妥善治疗的话，可能致死率可以高达2成。疾管署提醒讲，李氏特菌会当伫冰箱冷藏4°C的环境下来成长，需要加热到72°C以上才会当甲杀死。目前并无疫苗会当预防，所以呼吁有新的妇女爱维持手的卫生，避免食着肉类加工品、菜尾、沙西米甲菜色沙拉等，来降低感染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
立委是亚公故宫去年甲水果比赛一寡国宝祝贺台南市立美术馆去展览。说防翕到讲两边的工作人员在点9的时，直接伫放国宝的台仔顶咧签文件，无照程序上过凊彩。故宫是表示，两边确实拢无照规定，拢有疏失。来关心《中国时报》，主计总处公布4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是1.95%，这是比2%的通货膨胀警戒线还佫较低。另外，佫有17项重要的民生物资物价平均是年减0.16%，这嘛是4年来的头价下降，头价有减。继续关心《自由时报》，10当前伫高雄市有一个退休的查某老师被杀害的命案。凶手刘志明因为抢劫佮杀人，连续被判5届死刑。验过高等法院高雄分院经4审，第3项是认为讲无法度证明伊抢劫的金额偌济，而且嘛认为伊还佫有教坏的可能性，尾也是该判无期徒刑。所以来关心这个案，这是发生伫2014年的命案。高雄有一个查某退休老师去互抢劫，本地呢，这凶手是要甲抢轿车抢无成，因为这个老师的头壳，佮互这凶手含几两个尾也不幸死亡。针对法院即马对死刑该判无期徒刑，家属无法度接受。半夜，我女儿发狂。想到这10年来悲痛，家属是真艰苦。这个害家己家破人亡姓刘的查甫人，算是逃过死刑，互往生家人翁婿真好接受。约2000元都是大约数，不是正好2000。最高法院我说最高判院就是说，他一定要证明正好2000。2014年12月初，高雄一个捌得到师大奖退休的查某老师，去有一个姓刘的嫌犯抢劫，要抢伊的车，趁这个查某老师上车了后，用钢推啊讲伊的头壳。不过因为车抢无过手，嫌犯佫攻击这个查某老师几啊届，致使伊不幸过往，而且佫把这个老师分数顶的钱摕走，涉嫌犯强盗杀人、强制性交等罪，为1审到经3审5届互判死刑。到经4审合议庭所认为讲，互抢去的这2000块，欠缺其他积极的证据，嘛无法度完全肯定这个嫌犯无教坏的可能，该判无期徒刑，终身剔除公权。凡未废除死刑之国家，非犯罪情节最重大之罪，不得科处死刑。那本院合议庭认为，被告的犯罪情节并不符合所谓最重大之罪，那所以因此不能判处死刑。本案显然高等法院的法官在挑战一般民众对法律的法感情及公平正义的认知。这个嫌犯涉嫌犯强制性交罪，因为1审无上诉，专案定刑。也若强盗杀人的部分也有当上诉，家属强调讲一定会上诉到底，要替往生者讨公道，或这个嫌犯面对伊应当受的处分。记者综合报道。嘛是在高雄市的市定古迹西海湾蒋介石行馆已经去88年，伫今年初修复完成。文字专家会勘了后，认为讲蒋介石这3个字已经无符合这档日本时代建筑物的历史意义，尾也是由文字委员会审议通过，讲要甲改名，改号做西海湾行馆。伫中山大学内底，这栋日本时代建筑物西海湾蒋介石行馆到今已经88年，不过即马行馆已经改名。顶个月26由16位高雄文资委员审议这个改名案，结果全部委员拢同意，将名改做西海湾行馆，原名做高雄观光馆。文资中心主任表示讲，经过这几档历史调查，认为蒋介石行馆这个名甲文史意义无关系。文资委员的时阵，在考虑这个建筑物应该注意的历史性，啊，个伊的迄种故事性来，两种的理由来做考虑，所以同时改成高雄观光馆及到西子湾行馆。西海湾行馆伫2004年互列为市定古迹，过去是台湾总督府纪念博览会高雄观光馆，尾仔加做蒋介石伫南部休困的所在。文资中心表示讲，中山大学伫1808年就申请要改名做西湾艺廊，因为无符合建筑历史，才无通过。去年底行馆整修了后，学校阁申请要改名，即摆文资审议会通过，毋过针对行馆改名，民众无共的想法。有的人是讲诶。为什么这个蒋介石有什么关系吗？所以伊改西海湾，我感觉还可以啦，可以接受。对于观光来讲的话，就是
会比较疑惑，说听到西子湾馆就不太了解，说这个地方到底在干嘛。西仔湾行馆目前由中山大学管理，若保留古早遗址啊，外观嘛修复做日本时代风貌。中山大学表示讲，未来行馆规划做艺文展演的场所，会举办讲座、展览等等，毋望会当将历史建筑再活化。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哈马斯政治领袖哈尼耶5月7日宣布同意埃及甲卡达所提出停火协议。不过呢，想袂到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也是下令对巴勒斯坦的拉法发动军事攻击，上无有造成19个人死亡。另外，以色列第2大城特拉维夫东港暗时就出现几落千人上街头示威抗议，要求纳坦雅胡爱停战，好人质会当赶紧回来。也让纳坦雅胡是表示，伊会派代表去开罗参加协商会议。为了闪过以色列的战火，巴勒斯坦的难民7个月前，带规家伙仔走去拉法。7日第一天，心情就亲像洗衫温暖，为期待变作失望。哈马斯政治领袖哈尼亚宣布同意埃及甲卡达两国提出停火协议了后，民众就是苦难总算结束，欢头喜面去街仔路拍扑啊，还有负责人跪伫土骹感谢天公伯啊。不过欢喜才几点钟尔。以色列的炮弹就拍入来拉法的东部，一暗至少夺走19条人命，而且又包括这个7个月大的红婴仔。What has he done to deserve this? 以色列攻击的理由是哈马斯的火箭炮要伫克瑞沙洛关口造成4个以色列军方的士兵死亡。以色列军方还派战车伫拉法组织，而且伫7日向拉法空投传单，要求拉法东部10万的百姓疏散去附近甲尤尼斯、甲马瓦西的布棚区。حسب الله ونعم الوكيل حسب الله ونعم الوكيل الله يتأكد منهم。 另外一方面，哈马斯接受停火协议的消息传出来了后，以色列第2大城特拉维夫的街仔路出现几千人示威游行，要求总理纳坦雅胡停战，好人质会当回去处理。End this war, save all the hostages, end this horror, and bring our loved ones back home. Bring my son back home. A democratic leader in time of war, the people have to trust you. They have to trust you to be leading them for their interests. And I guess what this demonstration tonight tells you is that there's a large proportion of Israel's population who aren't sure that their leader is leading them in their interests or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hostages, that he has his own political interests at heart. 美国拜登政府是再三明确向纳坦雅胡表示，拉法是红线，无希望看到拉法出现大规模的地面战。纳坦雅胡7日这一天出席犹太大屠杀纪念活动时阵，嘛针对这点做出明确的回应。Even if Israel is forced to stand alone, we will stand alone,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strike our enemies powerfully until victory. 国际新闻王慧文编译。菲律宾伫顶礼拜指控中国海警船超故意去攻击菲律宾的船只，而且是过至5月，也是美国和菲律宾联合军事演习的时间。这礼拜因的演习的区域就伫利爽岛的北边，正靠近南海和巴士海峡。大口径的榴弹炮向海面进行射击，沿着海保部署的步兵也以反战车飞弹等武器，模拟攻击为海面来袭的敌军登陆船舰。甲美国有协防条约的菲律宾，这礼拜的演习项目是反登陆甲岛屿夺回。为4月7到5月7日，美菲两国进行一连串的海军演习，包括澳洲、法国、日本等国，先后加入无同阶段的操演项目。虽然顶礼拜传出中国海警船以大江水攻击菲律宾船只的事件，当拄着演习期间，南海局势看起来是渐渐紧张，也毋过毋奈菲律宾当局强调，有缘会甲中国保持外交沟通。参演的美军也指出，演习无针对第三国。The objective is just to further support the Philippine Marine Corps' archipelagic coastal defense concept. We have a platoon of Philippine Marines here with us that are U.S. Marine Corps training alongside.
另外一边的对立情势更加紧张，地点是朝鲜半岛西边的黄海海峡。一只澳洲海军直升机伫国际海峡顶面，和中国派出战机拦截。澳洲指控中国战机伫澳洲直升机的飞行路线头前放有危险性的热夹弹。好在在澳洲直升机紧急闪避，人甲直升機平安。Australian Defence Force personnel were going about their job in international waters, but also in international skies, to support the United Nations in the sanctions that they have against the North Korean regime. 澳洲已经透过外交等各种管道向中国表达强烈抗议，也毋过中国是反抗澳洲借机会惹事，以执行联合国任务为名，逼近中国领空，引起中国反制。公司新闻徐家珍编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让5天了后，是搁再去欧洲访问，昨昏伫法国和欧盟举办3边的会谈。法国和欧盟拢有讲到乌克兰和贸易的议题，另外嘛有举办中法会谈，搁有讲到台海和乌克兰的议题。即马双方拢有共识，按算要推动伫奥运比赛期间爱停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到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甲总统马克宏握手问好。习近平尾下就甲马克宏也个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进行中法欧3方领导人会晤。Comme contenu, je vous propose d'aborder dans un premier temps les relations euro-chinoises, ce qui nous permettra d'évoquer les sujets commerciaux, d'accès au marché, de conditions de concurrence équitables. 中国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国关系，将欧洲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方向。马克宏甲冯德莱恩针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还有经贸公平竞争的问题，对习近平施加压力，希望中国会当减少对因家己企业的补贴。习近平是回应讲，无论是对比较优势，也是全球市场需求的角度来看，拢无中国占领伤过多问题。In addition, both Chin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have a shared interest in peace and security, especially against a backdrop of a very turbulent environment, be it in Europe, in the Middle East, or in East Asia. 伫尾下的中法双边会谈，双方的重点也是放伫咧俄乌战争、中东冲突，一个台海紧张局势。习近平伫咧会后的联合声明，呼吁唔通就着俄乌战争抹黑中国。马克宏是提出对东亚危机的担心，双方也对巴黎奥运期间休战倡议达成共识。中国愿同法方一道，以巴黎奥运会为契机，倡议运动会期间全球停火止战。Nous respectons les liens anciens qui unissent la Chine et la Russie, ainsi que les efforts qui ont été déployés pendant des décennies pour stabiliser cette relation. Au vu de cette histoire complexe, nous accueillons favorablement les engagements des autorités chinoises à s'abstenir de vendre toute arme ou toute aide à Moscou et à contrôler strictement l'exportation des biens à double usage. 习近平伫咧咱5年了，再一遍访问欧洲，未访问法国、塞尔维亚加匈牙利。一般认为，中国领导人敢若无做出重大让步。虽然习近平看起来敢若是有接受欧洲方面对贸易失衡的担心，不过说落来是毋是采取实际行动，也搁会观察。公司新闻郑慧玲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去看世界。英国国防部做潜水系统即马互海峡攻击，无排除背后有国家级恶意组织。目前英国的内阁办公厅已经介入调查，外界陆地谣讲，这幕后有可能是中国的变鬼。也毋过英国的官员是表示讲，因还搁在调查，若要点名是谁，就要有证据。继续关心墨西哥总统大选6月初2要举办，即马等待审理的被告，也有互判刑的一寡收容人，拢会当伫监所内底转票。这对墨西哥来讲是一项新的措施。继续关心第77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 5月27要伫瑞士日内瓦举行。即马后面的发言人是对外表示讲，因支持咱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去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和世界卫生组织，互台湾的医疗技术、医疗能力会当来帮助全世界发挥台湾的价值。
继续关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嘛有强调讲，美国嘛正支持台湾去参加 WHO， 也毋过咱台湾甲搭也无收到邀请函。为着要争取国际上的支持，咱外交部嘛有推出宣传影片，透过新南向医疗合作计划，用实际医疗案例来拍影片讲故事，向国际上传达讲，咱台湾是国际上的成员，咱台湾有在调伫医疗这部分斗出力。 Dokter saya adalah dokter saya. Saya sangat bersyukur telah dilahirkan kembali untuk kedua kalinya di Taiwan. 这个印尼囡仔 Sherlyn 拄出世就打倒闭锁，爱做肝移植手术。透过台湾的新南向医卫合作计划，转到台大病院手术真成功，即马已经11岁。外交部把这个故事拍出影片，要让国际知影台湾加做国际社会的成员，台湾会当斗相共。 呼吁各界支持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 WHO 和世界卫生大会 WHA， 传达台湾在国际医卫合作上的卓越贡献，以及台湾能帮忙、台湾 can help 精神，争取国际社会的了解和支持，共同呼吁世界卫生组织接纳台湾参与，使全球卫生体系更加完整完善。 台湾伫2009年到2016年，拢有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 WHA， 了后就无受邀请。今年 WHA 会议5月27举办。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伫这个月初捌对外表示，美国强烈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 WHA。 美国国务院亚太副组卿 Mark Lambert 顶一日来讲，是中国创港界土地合国27500号国旗，这个国旗并无阻挡台湾参与国际事务。 Various countries have been pressing UN officials to allow Taiwan to have access to and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in these bodies. We need to stay focused. And we can't give up. 争取国际对台湾的支持，卫福部长史瑞元初6也到苏瑞典西部的出名媒体《新荷兰日报》，呼吁国际了解台湾对全球公共卫生的贡献，支持台湾参与 WHO 和 WHO。咱外交部也表示，台湾透过分享，愿意甲国际社会共同追求达成人类最高健康水准，这个 WHO 的目标。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 继续关心我是空总统就职典礼剩10外天，那典礼在唱国歌的时，会有 CH-47运输直升机吊大北的国旗飞过总统府。陆军航特部嘛出动阿帕奇直升机、彭斯庆直升机、甲乌鹰直升机，海军嘛头改派出反舰直升机，海军、陆军会做伙合作。 代表上强阿帕奇直升机伫头前带领。 超过目镜全直升机对伫后壁，520总统就职典礼就伫要到啊！陆军航特部初一进行全兵力演演，甲演过真无共款。即个还佫有海军主力战机来助阵，海军3只 S-704反舰直升机押后出场，平常时负责反舰甲搜救的任务。即个头一届加入3翼机队，陆海联手向民众展示国军坚强的战力。 地面小队甲时间的招标，用真紧的速度甲国旗挂好，抓来 CH-47原地升空，顺利甲18公尺长、12公尺宽的国旗展开。2只乌鹰直升机做护卫机，组成国旗机队。国旗机队甲旋翼机队伫空中汇合，是即届真大重点。每一个机队之间拢爱保持200公尺精准的距离，考验飞官驾驶的技术。拢总有12只直升机，会伫大家唱国歌的时阵飞过主席台，互国旗伫空中飘扬。 两小队的相对速度仅有10海里，结合的过程当中，每个机型前后距离都必须保持在200公尺的精准距离，这都考验着空勤教官熟稔的飞行操作能力以及精准的时间掌控。记者综合报道。 520就职典礼，嘛有真侪表演节目，昨昏嘛已经开始拢在彩排。咱来看台湾戏剧学院、台湾剧剧团和九天民俗剧剧团有合作，要演出祈求吉庆欢喜台湾的表演节目。昨昏伫国防大学彩排，带乡亲咱先来看。 结合
歌戏、客戏、京戏、战鼓甲特技，这是5月20总统就职典礼顶看会到的祈求吉庆欢喜台湾表演。台湾戏剧学院、台湾特技团和9天民俗技艺团合作，总共184个人参与演出。拜二伫国防大学进行彩排，总导演表示，这届表演利用众神做主题，除了要庆祝新的总统、副总统上任，也是对台湾的一款祝福。因为最近天灾频繁，对，那我们刚好运用戏曲的神仙们，然后下凡来到就是台湾，然后保护这块台湾宝岛，来保佑台湾人民能够天佑台湾。台湾戏剧学院培养济传统表演艺术的人才，参与这届演出的学生，拢感觉真荣幸，通和无共学系团体做伙表演。其中负责特技表演的学生表示，因为着这届表演，逐工上无练3点钟，也较注心伫互相耍位的部分，确保动作做了有正确。最少每天3个小时，因为场地又很大，人数又很多，所以我们的准备比较多是像走位啊，比如说会有交叉这种队形，然后有翻跟斗的很容易撞到，所以我们会对这种东西很注重。总导演表示，这摆的表演除了庆祝就职典礼，也希望透过传统戏剧、战鼓、特技甲现代音乐的结合，让台湾人甚至是全世界看到传统文化新的模样。民主前行，共之台湾。记者刘时武、谢桂林台北报道。在地新闻镜头来花莲一间在地老牌子的建商因卖有受厝，不过即马若亲像是发生债务纠纷，因是甲钱收的提钱走路，甚至阁风声讲一间厝卖互几若人，即马受害者是惊因无地求赔偿。有民众买花莲有名的老牌子建商的有售厝，有头款啊，但过要交厝时阵，才发现厝已经互人查封，无法度过户。原来建商敢若是债务的问题，钱款的落跑，社区总共60户，14户已经过户，剩下46户卡掉的。在过户的阶段就告知查封了，那也没办法再进行过户了。这样，建商落跑了，一寡工程的包厢摕无钱，就甲一寡已经装好的设备拆来抵消。所以有一个人厝已经过户啊，也无法度入去住。去年的9月来看这个房子，那看了之后，我们就跟他签合约，但是太极建设竟然没有履约保证。这个建商伫咧当地不只有名，过去也捌杀真侪建案，因为介绍较俗，卖甲真好。受害者老先生就因为信任这个建商，无甲伊签旅游保证。建商也只敢拿回一张有售厝的红单，即马建商落跑，钱可能摕袂来。花莲县消保官李辉讲，即马已经接到23件投诉，会主动开说明会，让消费者了解家己的权利。特别要注意签约的当下，我们用的是什么样的机制？譬如说旅保，或者是信托，或者是同业互保。房仲业者提醒民众，买有售厝一定要看好详细，若是公家互保才较细腻，也要注意建商以前的背景甲经历。你若透过旅游保证或者是信托，经过银行做第三方的把关，才会当较安心。记者综合报道。过来有嫌犯伫网络顶悬拍广告，因讲因在卖假的身份证，卖假的驾照。若是有人买，因就交互中国迄边去做，一张证件要上万块，甚至会当阁摕这假的证件去申请共享轿车、共享奥多麦的会员。因利用安尼先来趁钱，检方即马是依法甲伫台湾的7个嫌犯起诉。出来登记搜索去年底这波行动，检警配合两方合作的贵证集团，专案查缉终结，检方以涉嫌盗用公信文罪嫌起诉在台7名被告。严重影响社会秩序，追查留下，以净化选前治安。专案去年底查获，当时选情敏感时刻，警方把怀疑方用来选举犯罪，以反渗透法定罪嫌以上。不过检方认定无证据当证明，颠倒涉案来4号被告就着体育群 UK 员交互对外人士负责制作，甚至也阁盗用公信文，冤脑筋也当着驾照，用假证件注册 Airton 会员，将共享去记者口座伫社群转卖协议。设计的一个防伪的标志就是实体的驾照，上传那个共享机车的部分，就是业者那边要去做查证。
道惊假证件号用来做歹代志，官方设计加入辨别措施，伫指环顶的下面照红贵标签虽浮现，也毋过过去有闯关成功的案例。加啦！伊讲透过网络买到假的居留证甲身份证，也毋过雇主骗用无怀疑，也包发现线顶冒名申请信用卡，顺利续卡头路。即摆犯罪集团佫卡处伫咱国民众的外泄雇主，名甲身份证字号会当对上户真假真歹辨，难度增加。可能会有漏洞的地方，就比如说各地乡镇县区公所这些比较小的，也是公家单位的地方，那在治安的防护就比较不够，比较薄弱。面对假的身份证累积无回应，会当为官网查询较真，也毋过自安全卡提醒，为公部门、中小企业治安意识尤爱加强，也爱防告知外泄。记者综合报道。有台中市机关表示，台中市去年脚踏车夜死伤的事故车祸有3484个人，算是6都内底上严重的。即马就有民众表示，伫台中市区骑脚踏车着海含车内奥多摆烧济路权。台中交通安全协会台湾交通安全协会即马有建议讲，台中会当甲车路做整体规划，重新规划出脚踏车道。较偏路一个，就会当借着优摆个，这已经是台中市民的日常生活。不过，若要讲到伫市区一般车路骑车的经验，真侪民众讲，这实在是提心吊胆。会很害怕，对啊，所以有时候会不小心骑去人行道上面，因为就是怕跟摩托车会太靠近。自己的小孩的话，我就几乎不让他骑在就是有一般马路上，就是有专用道的才会让他骑。民众讲，若脚踏车道会较安心，但毋过毋是逐位拢有，大部分拢是爱骑伫一般的车路，所以直直发生意外。去年5月，第5车着查某学生骑铁马，和后壁游览车去划着。今年3月，嘛有公车和脚踏车的死亡车祸。台中市政府所咧强调的脚踏车城市，嘛因为安尼，互外界产生质疑。将配合市府各相关单位进行道路整体环境改善与检讨时并同研议。无你赶时间就踏骑，你敢若骑铁马就是无赶时间，毋才会骑铁马对吧？民众无奈表示讲，伫一般的车路，定定着爱含其他的车辆相争，只有家己较细致的，根据道安资讯查询网的资料，台中市去年度脚踏车死伤有3484个人，是6都第一名，台南甲高雄排伫后壁。对此，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表示讲，占台中市车路的规划有关系。借由透过这个车道瘦身的机会，来顺便修饰路型，让路口变得相对较正交，对交通安全应该是有改善的效果。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表示讲，事故的原因虽然和起诉有部分关联，不过台中市的非典型路口多，建议当改造车路，照为改来规划车辆的动线开始，用整体性的规划来改善车路的环境。记者综合报道。生活消息来关心，嘉义的梅山种地面积超过1000公顷，这嘛是嘉义县地米上大的山区。那今年初时因为天气是黏咪寒、黏咪热，而且佫个外月无落雨，地树的生长嘛受影响。梅山农会为着体谅大家今年春地比赛有延后，那4月份的时雨水到位嘛，挺好满地收成。每安尼想袂到今年来比赛的地是比去年也佫较济。农会门口为在时开始，都一直有地农来交备参加比赛地米。工作人员毋能爱一包一包登记，可以把这地米送去做农药甲产地检验。地农讲，年初天气无好，影响地米生长。原本想讲今年可能无机会来参加比赛。因为这是气候的关系，大家产期嘛延后啦。延后了后，算讲会惊讲较袂赴。农会嘛是算讲有提示咱农民的心声，甲咱延长，互咱有这个机会好。继续甲咱参与咱这个比赛。农会表示，地米拄透洪迄段时间天气无好，影响到地米的生长。大阿里山地区原本要采收的地，暗算减要3成到5成，是后来4月佫开始落雨，才豆豆啊，互产量佫增加转来。今年头站还是较大啦吼，到尾啊雨有来，我感觉今年品质拢一般拢袂歹，到尾啊来产量有佫较增加。这段时间吼，原来算讲天气吼。有较顺一丝啊，所以雨水有灌过来。咱即届咱的地米吼的点数，甲去年比起来吼，有增加差不多200点左右啦吼。地农指出，阿里山高山地梅山地区的产量一年有900吨左右，
今年为2月到4月这段时间，天气变化真大，同一区地形的地米拢可能有无同的品质，地形品质好歹无一定，所以今年的比赛想要着顶，是真考验做地的功夫。记者林伟霆家己报道。因那卖地讲地芳，卖花讲花红。中华市的市立图书馆有邀请对地史将有研究的作家去演说，要让民众对地俗眼来了解人生的道理。咱讲文章风水地正八无几个，捌听过无？一句一句拢是甲地有关系俗语。根据清代台湾文献记录，台湾为18世纪就开始种地，发展到今已经超过200年的历史，要出侪做地、食地相关的小机会。中华市立图书馆邀请对地史真有研究的作家康源来演讲，小解地龙咧讲的行啊来话。地的俗语就是咱生活中因咧做地的人做出来，就是讲因的生活产生的俗语。所以我今仔就要介绍这，因为一般人拢唔知嘛。真地无色，真人无吉，讲的是真正好地，啉的是本身的好气味，唔免加透烂别项物仔。就亲像真正君子，唔免激派头。为地米讲出人生道理，民众嘛听甲真心实。今仔会真好，会当听到那个康源老师来甲咱讲即个地势地安那啉，水安那来对。我平时爱啉茶，但是不懂茶的文化，所以今日有这个机会，特别来听看卖呢，了解看卖呢。康源表示，亲像南投鹿谷的当顶乌龙，有一段诗人林凤池参地龙林三显互相帮助的故事，这就是台湾地的历史之一。伊这几年来，除了整理这个资料，也创作台语地史，希望会当确立台湾地的本土化，讲咱这块土地故事。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那台北市市定古迹蔡水关舞蹈社长期拢是蔡水关文化基金会的营运，不过到今年6月合约就要到期。即马台北市政府是坚持要公开招标委外经营，这有引起侪专家和学者的不满。福利财团蒋万安市长，请出来面对。公开招标就是消灭蔡瑞月。舞者用行动剧抗议台北市府公开招标，就是消灭蔡水关舞蹈社。这是台湾现代舞先驱蔡水关女士1953年创立的舞蹈社，20年来由蔡水关文化基金会经营，但是和市府签约合约，伫今年6月30就要到期。基金会有提案要和市府兴办舞蹈实验教育机构，说服市府拒绝。市府坚持要和古迹以商业用地的身份公开招标委外经营。基金会质疑市府违背文化资产保存法。也就是在筹划这一个舞蹈教育机构呢，我们就开始去地级的去找资料，结果我们赫然发现这个地方居然是商业区。从1999年以来的台北市长7任对于这块基地已经是定为市定古迹，可是呢都是纹风不动。那个古迹的变更的这一个土地的使用呢，完全没有依照程序来走。蔡水关舞蹈社这栋建筑物，如果互人叫做玫瑰古迹，经历过白色恐怖，伫经营困难的时期，还阁栽培出侪舞蹈人才。基金会指出，市府一直拢用公开招标的方式，甲因签3年1期的合约来执行，这对古迹的永续经营是真不利。相关基金会的学者嘛惊讲，若是以后的经营者无理解文书脉络，恐惊会害古迹受到商业的破坏。古迹的转型正义到底要怎么办啊？我们知道这个如果一块土地那么它没有了共同的记忆，没有了文化那么这块土地它就没有灵魂针对蔡水关基金会和侪专家学者毋望甲商业用地变更做古迹保存用地，含对未来公开招标委外经营的记录，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目前要是照原计划进行。文化资产的保存以及运用，从来都不是以商业利益为考量，所以文化局有跟我回报关于蔡瑞他们说，目前这块土地，目前是并没有要有任何区域计划或都市计划的变更或是通盘检讨。蒋万安无正面回应以后，若是委外经营，敢会要求经营者爱尊重古迹的文书价值。干那表示目前无变更地目的规划，后续针对营运的项目，经营者会当透过文字法古迹修复再利用提出计划申请来审查。记者综合报道。
这个礼拜日就是母亲节，是感恩妈妈的日子。爱文基金会表示，视障者目睭看无，有囝着较辛苦。基金会伫母亲节之前宣布，伊要启动服务视障母亲的课程，嘛希望大家爱做伙关心视障家庭的需求。照顾幼婴仔原本就真辛苦，目睭看袂清楚的视障母亲，爱照顾家己一头，佮爱照顾囡仔，是爱加加付出几来倍的心力。还没有小孩之前呢，我只需要学习照顾好我自己。那在小孩出生之后的这个1年里面都没有后援的情况下，我必须要重新的学习照顾小孩和照顾家人。所以我面对到的是非常大的焦虑，还有以及顾虑到小孩的发展啊，还有安全上的问题。伫咧母亲节进前，公益团体爱梦基金会宣布启动包括1对1陪入亲子课程，佮有优生册等等的服务计划，要来协助做妈妈的视障者有囝。所以它是从个人到家人的互动，到学习从感情面、从实务面以及整体的这个资源，能够让它完整的服务到视障妈妈。通过爱玛基金会，我学习的一些课程，我有学习了行动定向，然后还有盲用手机跟盲用电脑的课程，开始有学会一些技能，有开始找到信心。母亲节是感谢妈妈的日子，爱梦基金会表示天下父母心，家长对囡仔的爱是无分目睭看有也看无。若是有人伫边仔鼓励斗3工，就会当互视障者咧摇囝的时阵更加安心嘛，提悬自信。基金会希望伫咧母亲节这个日子，大家除了感谢厝内阿母，嘛希望大众会当做伙来关心视障家庭。记者王可选台北报道。最近真红真青韩国戏出累积女王是创下高收视率。那制作单位即马事后伫这报刷了后，是对我表示，其实戏出内底有真侪真水的雪地场景，还佫一寡光影，其实拢是利用生成式 AI 做出来的。因为做甲敢若真的共款，一般的观众根本就看袂出来。雷之女王这部爱情喜剧反转爱情神话，描述由金秀贤主演，且读清官的白贤佑娶豪门的公主了，双人经历袂好的婚姻黑暗期，后来偷开心甲见光明。剧中金秀贤演技活跳自在。내팔자를내가 왔지? 演财团千金的金志媛，嘛将冰山美人的形象演甲真斗胆。不过，女主角这届伫雪地盗墓的戏出，无讲你看袂出来，其实场景是假，因为书当时无落雪，制作单位捌考虑要去外国取景，后来因找虚拟工作室，决定利用生成式 AI 来制作像拿落雪的景象。 이렇게 복잡한 나무로 된 것들을 연장하는 게 사실 사람이 하면은 숙련된 아티스트가 해도 못한다 쪽에 가까워요. 戏剧团队讲 ，AI 唔会当创造雪景，剧中几若场赛车的场景，嘛是伫边内用 AI 生成影像，结合虚拟技术创造的。 도심의 건물들이 이 차체 바디에도 묻어야 되고 운전하고 있는 저한테도 사실 비춰줘야 되고 근데 그런 것들을 나중에 합성으로 작업을 하기에는 좀 손이 많이 가는 게 아무래도 상황 그 현실이고요. 근데 이제 LED 스튜디오 찍었을 때는 그런 것들을 한 번에 얻어가죠. 这个清楚分明的 AI 影像实在有够真的，观众都算事后才知影，嘛甲因真娱乐。看不出来它是人工智慧，然后还有它的那个血，它的那个血就也是很真实。すごい今の映像技術にすごく驚きです。もう本当にリアルでした。 雷之女王最近播出完结篇，收视率成功超过爱北港再创高峰，无定着甲 AI 科技的帮衬有关系。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天气报你知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30度。 中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是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有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29度；外岛20度至28度；
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起9点，咱再会。